现在是在安达萨尔克斯特球场要与联合投篮记录今天的这场精彩比赛。我是今天的解说。来关注一下本场比赛的首发内容。第一，剑心的三分啊，这里啊，双方交锋啊，他们都可以利用因为大概过来多了啊。来看看手把皮炎，这一对啊，他们就是这个是对啊，太简单，然后于球队他们是爆啊，这个目的对。